还有青少年那些啊，是这种。
上面跟小叶放火的挂料，如果你喜欢朵茉莉扣的话，你可以使用其他。我的主持性对对，比如说放火，然后这个微板，做行李，做高温盆栽，这个平安，这个做盆栽，这个有做平安，这个比如说碰胶，这个现成的可以。要不要补充报告？补充，跟报告都没有相关，都没有申请。他报告的时候你就叫，晚，我会讲那个我们隔壁那个去打外景。他有人做吗？没有，他就可以吗？我不知道哪里，不敢讲。他那个水电老板娘是说那个海部，而且那个叫传票蓝电中华。那我讲到还是照旧时间的嘛，有公休的空。是哦。什么讲？不然10到11，午上到11点。对啊。10分的。没有手机才好，你用手机然后手还可以去东摸西摸的，所以才会学。我们现在视频会就把它这样，它在下面没有传，有一个档，对对。然后你有些人开麦克风，对不对？这都视讯嘛，而且那种每个都在那边，其实不可能你会注意谁在干嘛，谁在干嘛。说按该轮到你发言的时候，你要讲话就是。剩3分钟。
即时要开始今仔日礼拜，走啊！邀花是我的贵达，也是我的品牌。我的心，我过伊，我就得到帮山，所以我的心就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报答伊。即马咱来唱信息第8首，来报答上帝。信息第8首，城门就压去猎头。圣经来告别咱对上帝的信仰。我信上帝，全面的被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于本州表岛面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无云府。第3日，第4人中国外上天，感谢全能的上帝发明，伊要更加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讨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或者咱三角拗头来祈祷，听阮的祈祷，上帝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关乎伊遮天，你的信息直到万世界。阮每一日在即个疫情中间，阮嘛充满欢喜甲盼望，求你赶紧来保护阮，来解救阮，互即个疫情来消除。你是阮人生上大的主宰，你要保守阮，
大今仔日也是你所想符合阮的安息日，阮嘛要来线顶来甲你主持，来线顶来甲你来听你的话，来敬拜你。主啊，也求你赦免阮的罪，因为阮每工有看电视、有看新闻，拢看到一寡歹的代志，阮心肝嘛足不平的，也求你救阮脱离遮种种的歹，互阮在这相等的时间过快乐的心。主啊，求你保守阮在线顶主持的时间，也求你的信心来引发阮来听你的话。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今仔来读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0节。喺第一汉语本的新约第39页，和合本新约第82页。现着来读路加福音第4章第18节。主的神引导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送乡人，又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会得到交棒；甲青面的人讲，因会得到国光来交棒受压制的人，传主欢喜的年。耶稣学者因这书就这个，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信心大增。接着，咱咧请牧师来为咱讲道，伊的题目是“先医治家己”。明仔载大家平安，今仔日咱三角伫线顶做伙来分享对主来的信息。这个是咱也先三角做伙来祈祷。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的看顾甲带领，是即个日，我们教会过来为兄弟，也可以拍有风声，即马逐人肉体有出现啥物明显的所在。明显的副作用，主完全感谢你。愿主看顾带领，愿接续落来，台湾会开放愈来年会愈少的百姓去主有丰盛，也求主看顾，不管轮到啥物人，拢通会保护，因为阮知影，救恩是对主来，平安嘛对主来。不管阮基督徒伫即个人世间接受啥物款的有风声，还是阮经历啥物款的人生，拢通得主的保守，也通平安。今仔日的经文单嘛，直接咧甲阮讲，主的赦免，甲主当时康福音的心情，伊甲照当时的一句俗话：医生啊，你着家己先医好家己。我想，甲人医生无法度医家己，因为医生无法度甲家己开盲验，甲家己开刀，总是阮会当互招别个医生来甲阮医治。康福音嘛是共款，也求主看顾。阮一个人软弱的时阵，会当找歹朋友、找歹同事来帮助阮，做伙来传即个福音。因为主你所教示阮的使命。一日一开始，以赛亚书就点明，原来头发树较济，前年去看见，求主看顾，今仔日阮也要通过圣经，做伙大家来分享，愿主保守接续来时间，安尼祈祷献上，一切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今仔日的经文单，一开始，咱的即书有读耶稣来到一个会堂，伊掀开以赛亚书，一只读，就
讲出咱的主耶稣伊的生命，才开始。啊，总是圣经有时拢是安尼一段一段，所以咱嘛按头来看起。按路加福音第4章16节，才开始来听读。这段经文段内底充满咱的主，伊真济好意，啊嘛真济特别咱思考，因为甲主即个时阵记载的是甲伊细汉做伙大汉的厝边，有的是看耶稣大汉的，有的是甲伊做伙大汉，啊拢直接做伙来表现出来。所以咱来按头路加福音书第4章16节才开始来看。16节才讲。耶稣到拿撒勒，就是伊经行的所在。伫安息日，照伊平常的法度入会堂，就徛咧咧读。是即节要甲大家解说的所在，就是耶稣照平常的法度。若和合本的圣经是讲，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这无啥物特别的所在。甲耶稣牵做伙一定会较特别。咱即摆不管是天主教会也好，还是甚至是穆斯林因组织的清真寺，也是天主教会，咱伫咧教会内底，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规矩，就是爱量额温嘛吼，来手来喷酒精，就是讲咱若是外口咱若家扫吼。那安尼用打喷嚏，咱若真惊来教会，咱就咧顾个底个，就开始转。这都变是咱即摆咧有教会会堂的规矩。当然，较早犹太会堂也是讲穆斯林，因的规矩搁愈济。咱先来讲清真寺，那因穆斯林要做礼拜，因爱先去边仔啦吼，教会边仔，因有一个净房吼，洗净的房间。一仔吼爱洗头、洗手、洗面，洗完以后，才会当吼规家来到教会门口。即摆要行入来啊吼，来烫鞋啊，烫鞋啊煞，查甫人坐头前，查某人坐后壁。你若是做老爸的人吼，你才当甲家己的囡仔牵来头前啦，就是甲老母做伙坐。这就是因穆斯林要做礼拜的规矩。若犹太人吼，就小可复杂。因要做礼拜吼，因有一个规矩，叫做爱10个查甫人才当做礼拜。即10个查甫人入来以后吼，开始大家开始有人嘛吼，今仔仪式上牵来，孙仔牵来，安尼才会当开始祈祷做礼拜。这是因的规矩。当然，遮圣经记载这个规矩，嘛是你甲咱讲，耶稣当年来到信会堂的时阵，来到因故乡的教会啊吼。这个时阵会堂内底绝对毋是干伊一个人，嘛毋是干迄个执事。即内底盖起咧，已经有超过12个，挂即个执事，所以遮有人证明耶稣来会堂，要来读，接续落来，圣经所记载17节开始遮，讲有人将以赛亚的册伊就掀开，找到迄个所在记的，18节才讲。主的神引导我，因为伊用油我，互我传福音，互送穷人。伊有找我，甲受礼的人讲，因要得到讨棒；甲目睭青年的讲，因要得到福光。来讨棒受罚罪的人，19节才讲宣传主欢喜的年。再说20节，耶稣学册，因互执事着坐咧。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一只圣经的内容，咱若按头前路加所记载，耶稣这个时，伊会当行来到家己故乡的会堂内底，迄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因为路加福音书，你若按头前看第1章4章第1节才开始，若看起，你会看见，迄个时阵耶稣伊是受洗礼完。入去旷野接受撒旦的试验，安尼无因煞，佮来到家己的故乡，接续落来，伊来到会堂内底，做人肯定加减拢会捌耶稣。这个时阵，咱的主用先知以赛亚书，甲当时，嘛甲咱现代基督徒讲，
你知影救主的工作有4个方向，这4个方向嘛影响咱现代教会。第一个方向就是照经文所讲的，传福音互送向人；第二，受领的人得讨答；第三，目睭搁得着光；第四，解放受压制的。4个真做咱现代教会，不管是传教，还是讲咱做工作的4个使命，啊嘛是4个方向。第二个就是，咱卖当思考，是安怎耶稣伊咧来到伊的故乡，啊，甲伊当时捌伊的人宣布家己的使命。啊，当然，今仔经文段有一句要紧的话，就是23节。23节才有讲，耶稣对因讲：“恁的确引用这个俗话对我讲，医生啊，你别家己医。”啊，这句是一个锁匙啊，是安怎耶稣爱家己的故乡亲讲：“医生啊，你别家己医。”啊，当然，这毋是一句歹听话啦吼，这是一句实在话，嘛毋是咧偷说。咱拢知影嘛吼，医生若外科会当甲咱开毛肠嘛吼。啊，若家己外科医生，若毛肠炎爱开刀要安怎？无法度家己开嘛，一定爱对家己的同事，那么拜托别人来家己开毛肠，甲毛肠挂掉，啊，安尼佫填起来，你家己才有法度去救去。所以这耶稣其实开始无师有讲，伊来到伊的故乡，其实咱会做充满好意。医生啊，你着家己先医好家己。主你讲即句话的时阵，去甲故乡的人讲伊即4个使命，了用就是你甲家己的人讲吼，要完成这个代志，毋是靠伊一个就法度完成，爱拜托大家做伙出力，做伙来传福音。所以常常断断造出来，传福音绝对毋是一个人的代志。啊，若佫较讲较迄个。教会事工，就是教会事工，毋是一个人的代志，绝对是众人的代志。所以耶稣迄个时阵打出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以后，伊转来家己的故乡，伊肯定这我自细较大，拢是只兄弟。安尼，我若转来甲家己的人拜托吼，应该有人会甲咱斗相共，无嘛讲吼会甲咱赶，会叫当时就发生这个代志。这是咱迄个时阵，咱的主所定定伊的背景。当然，主嘛是只讲出伊4个使命，这4个方向嘛，诚做咱教会做事工思考的方向。啊，当然，无只是3工前，讲过即段经文段，迄个时阵有甲大家解说过受领的得讨答，啊受压制得着讨答，这2个我有解说过。今仔日来讲，迄2个无讲的。就是传福音互送向人，甲目睭搁得着光。传福音互送向人，这个是咱教会上主要的目标，也是去讲每一个人的使命。总是送向人，会当停留至物质上的送向，也是讲无通食吼，啊来教会讨一个便当，可能暂厝会当停留一只。咱若较深的，可能咱嘛爱思考。为人是毋是心灵有欠缺，心灵有创伤？啊，心灵创伤，甲第二件帮助人，这个背后其实拢咧甲咱讲，教会若要做福音事工，毋是干那第一线，还是一摆线，像咱圣诞节就发天啊安尼，咱嘛可能爱追踪，嘛爱去了解，这个人接受咱的帮助以后。伊有法度诚做几个道理，啊，若无法度，当然咱无法度甲伊勉强。我嘛按遮去来思考，福音事工毋是一改性，伊是久长性的思考。所以真侪时阵，你思考教会应该做啥物事工的背后，可能咱爱有真侪计划。啊，当初时，牧师嘛是讲啦吼，所以真正爱甲大家说，因为我想着爱久长性嘛吼。啊，咱教会确实有咱的限制，所以呢，有所以个时阵，真正是公平啦吼。安尼早起拜托咱1日、2、3日内底，
有一个咱本庄啊，长老教会马街病院，特别是咱遮设一个社区照护站，迄阵吼走去甲人拜托，讲吼啊恁吼踮遮甲人租厝吼，啊做一个照护站，啊安尼其实病院要支出一个租金嘛吼，啊嘛爱负担遮工作人员的薪水，啊你若请医师来，你嘛该去互人讲师费嘛吼。啊，若准讲到教会，吼，咱会当甲你斗相共，就是讲吼，咱正教会后壁嘛有办公室，吼一个小所在有办公，啊，咱嘛有冷气。啊，头一个礼拜听，啊，咱就倒啊椅啊悄悄的，吼，会当互人诚做一个上课的所在。啊，若嫌倒啊干课，咱嘛去Costco买轻的嘛，吼，即马真侪教会拢改迄种。啊，安尼一遐吼，互因真正会当较好经营。啊嘛，教会安尼会当互相斗相共，完成即个福音事工。啊，但是当年吼，无想到啦吼，标准的所在就是一只，咱的政府吼开始去杀长照吼。啊，长照过后，就是政府开放，大家吼拢会当来甲我请钱，你只要有做，会当请钱。啊，当然，即个中间就有规矩，啊，啥物规矩？就是你要请钱的人，你该去我，无你嘛有互你的职责，啊，若你嘛有社工司的职责，啊，安尼市政府还是讲中央毋再会相信，哦，你直接做的是真的，啊，有一个有符合即个资格的人来做遮个代志，啊嘛因为安尼吼，渐渐吼，啊，私底下，迄阵你甲人招的时阵，啊，人讲真好咧啦。有甲咱得罪，啊嘛讲吼，啊就再去转去问看卖咧，啊一个问两个问，啊1年、2年、3年安尼过去啦，啊就到今年安尼一别个牧师的喙面，较知影，原来吼，大家拢是卡伫后壁迄个申请补助的钱的条款，为虾米呢？今仔日伊若来咱教会。啊，咱若要甲收钱，但是伊会爱咱奉献嘛吼，啊奉献免怎甲市政府请钱。第二个就是，伊若是外口甲人租，去境内公园，会当甲政府请钱。啊，所有的费用、所有的开销，伊要给钱还是要减轻，咱毋知影，总是遮拢会政府甲伊买单。所以安尼甲你看，原底对社区的福音事工，不管是供餐啦，还是讲招来教会食中昼，还是讲社区大好，即个种原底是真单纯的福音事工，是政府的概率以后，当然你嘛袂当讲袂歹啦，伊渐渐变做会当趁钱的事工。啊，安尼咱要怎切入去？这背后都真侪思考的所在哦。过去咧吼。人大家拢嘛会想嘛吼，啥趁钱要本人，这个中国人所讲的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敢有人要趁钱本人，肯定是无；敢有人要互人拔掉的，也无。你去等外口做了好势好势，我要安怎做，迄是阮的代志。我若来教会，我可能是要教，也袂当安怎，袂当安怎，迄束缚一个，安尼形成。教会无法度甲人合作，啊，迄嘛是本庄的病院，所以一只冲突是渐渐走出来。啊，第二个讲一句粗话，就是颠倒咱去挡着人的财路嘛吼。啊，所以一只确实，这个变实在有冲突的问题。啊嘛爱感谢咱的政府，因为具体若干若靠教会做，长照煞袂起来，某一寡时间无法度平衡。啊嘛，因为政府的概率，开始遮个事工会当来顶动。啊，当然，做源起头嘛是爱咱长老教会，若毋是咱遮教会安尼公啊做，啊，互政府知影讲，原来安尼会当照顾着某一个专厝的人，啊，安尼慢慢去解决，啊嘛吼，百姓得到福利。所以真侪代志，真正拢教会做正经。啊，总是咱面对这个问题，啊，无要紧，咱就再去思考，看要怎来进行各种福音事工，不管是对社区还是对家己，啊，这拢是咱会当思考的方向。第二个就是目睭，搁再得着光。
特别讲即个是因为耶稣直接讲的意思，甲以赛亚书的意思同款。以赛亚书意思是咧讲目睭痴迷的人，就是痛苦的人。痛苦的人，免咱同你分。这是即个现主时，咱的科技或者足进步的时代嘛，无法度。我讲咱断骹断手，即摆有机器手、机器骹，会当甲你斗相共，甚至嘛有人用假骹去奥运走第一名。但是若目睭痴迷的人，伊免怎用机器，因为咱无法用机器做个目睭，互伊搁再看见。这是伊表面上的痛苦。第二个，伊心内底的痛苦，目睭痴迷的人，因上痛苦的所在，就是出门。因不管是离开家己的厝，还是离开家己的椅仔，因的痛苦就开始发生。因为因行踢着椅仔，弄着家己的脚头。出门的时阵，甚至因的器官就是外在性器官嘛。所以咱一看就看会到即个人安怎。人嘛会歹势啊，痴迷的人嘛会歹势啊。所以人戴一个太阳眼镜。伫即个中间，确实对因来讲，嘛是一个痛苦的长处。另外一个更痛苦的长处，我相信这咱99%的基督徒，也是甚至咱99%的正常人，绝对拢毋捌经过。我感谢咱的主，甲咱照顾了真好。这代表吼，若对断骹断手的人，因有一种痛苦，咱永远经历袂到，就是咱人的肉体真奇怪。咱遇到危险的时阵吼，为当时咱的动机就是昏去，醒过来以后吼，咱就拢无迄个种记忆嘛吼，嘛迄个痛苦嘛真少。但是若是器官损坏的人，所断骹断手的人，虽然第一时间送病院，医生要啊手接回来，但是即个种人，因是因逐工的人生，逐工的年纪内底。不管是困的时阵，嘛可能是真正甲人真欢喜，感觉讲笑讲到一半的时阵，伊的手吼，虽然遮长啊，伊的手伫迄个所在，有缘会互伊感受到，我手想要叫要长去，就伊手互机械，也是物件长长以后迄个痛苦，会汹涌插入你心内底，所以这是咱人正常人无法度去感受到的痛。嘛是遮去看，人的长处，一个是肉体上，一个是心内底。特别心内底的，咱少年人当然身体较粗勇的吼，较无迄个种感受。若是大人吼，特别若有慢性病，迄感受真深，因为慢性病拢是腹内病嘛吼，拢是脏内器官。若你疼的时阵，外表是看袂出。咱若你哀的时阵吼，即若面对无即种病的人，人当作咱啥？人会当作咱你无病呻吟嘛吼，感觉你假鬼假怪。总是即个种维护，还是讲即个种眼光吼，若甲咱照射过来的时阵，咱心内底其实会真受伤，感觉真寒真切心。嘛用安尼人。还是讲家己的亲身经历，家己所感受到，转来思考。像咱耶稣要直接讲，目睭痴迷的要搁去着光，其实嘛是咧甲咱讲，有的人伊着歹一堆身躯着无拄好，还是艰苦病，都不用教会啦。咱教会内底，咱嘛吼，咱是基督徒，当好搁第二次伤害者。一定伤痕累累的人，当然袂使啦吼。咱袂当互人搁第二次伤害，所以不茫或者有欠缺的也好，还是讲有重大也好，甚至是无完全的，互因来教会，咱会当互感受到温暖，互因感受到，这个所在确实人因的神，真正甲因教会足好，人这个所在有神，你甲因同在，嘛甲伊同在。起码外表，咱无法度甲伊斗相共，但是伊的心内底会当较紧接受圣灵的光，用圣灵引带伊、保守伊、规划伊的心，嘛行出伊黑暗的人生。
所以真正嘛，这个主耶稣的一句话，医生啊，你着家己医，用这支锁匙来看耶稣，这两个伊甲咱讲的使命，嘛是咱工作时间的方向。拢是嘛是啊，咱倒转来讲啦，当年犹太人伊咧用这实话，肯定嘛是有伊背后的意思。意思就是你讲吼，咱吼嘛毋通去做医生啦，家己都无长样啦，啊煞无处理，啊拢去处理别人的病症，啊安尼毋好。啊，想到安尼毋好呢，咱来用约伯记来讲，约伯记咱拢知影，约伯真艰苦的时阵，伊有3个好朋友。啊，真正吼是无少大力条条啦，吼，迄拢较早过甲离种远。啊，这3个好朋友听着家己至亲的朋友约伯，安尼规身躯换了一涂骹，安尼食咧艰苦的时阵，人这3个朋友吼，安尼搬山过岭来到约伯的厝。啊，一遐吼陪伴伊，啊看约伯有啥物欠缺，有啥物需要无，啊一遐。甲伊3个斗阵，互约伯先感受着温暖。啊，咱基督徒真正就是安尼，陪伴人，互人感受着温暖，安尼就好。为虾米？因为咱约伯记咱有读，咱知影，这数落来，互约伯感觉真受伤、真切心，啊，真艰苦的所在就是安怎吼？就是因这3个朋友拢咧讲伊的不是嘛，一个讲伊对不起上帝，一个讲伊辜负上帝，啊，一个讲伊信用无好。啊，含咧路边行过少年人，拢去取笑约伯。迄确实有影，这毋是2次伤害啊，吼，这应该是3次伤害啊。这3个朋友啊，安尼甲伊侮辱还约伯，伊最后无法度，只有甲上帝埋怨。啊，安尼形成咱毋对，咱基督徒会当做的，真正就是耐心听，忍受家己的罪。一代志了袂清楚以前，毋通过去讲出去。所以安尼看起来，咱的主讲了真好。医生啊，你着先伊家己，啊，莫用安尼来你看，无事像你讲的句话，圣经是用来教示家己，绝对毋是用来教示别人。因为咱毋通代志了袂清楚以前，毋通做，搁创造人一解伤害。啊，接下来经文27才开始讲，耶稣合册行即事着做。伫会堂的证人拢做甲看伊，伊就开嘴对伊讲：，这个圣经的应验，恁今仔日有听去啦？证人拢干正伊，奇怪伊的嘴所讲出稳定的话，就讲：，这个点毋是约瑟的囝吗？哦，一只耶稣上亲的人，即内底有可能是耶稣细汉看伊大汉的人，也是家己的厝边，跟耶稣。只是读圣经的吼，伊还阁无做出解说，还是有人你怀疑耶稣所讲的话，含咧读圣经都拢有问题。啊嘛看见耶稣的背景，圣经内底讲，这个敢毋是约瑟的囝吗？当然，咱拢知影嘛吼，耶稣的爸爸约瑟就是目工嘛。啊，当然意思，这个厝边嘛是你讲啦吼。啊，这个拢甲咱做伙的庄脚啦。啊，今仔日只不过是离厝一段时间尔，转来就要甲咱教人话猜，安尼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所以真正咱来当得到一个启示，真清楚。有当时少年人拢会安尼想，学孙嘛较早少年嘛安尼想，即间公司吼，若无我一定会倒。请问大家，公司无你会倒袂？袂啦吼，这台积电减一个员工嘛会倒嘛吼。所以一只嘛，你甲咱讲，耶稣一只看见伊当地的人，家己的无讲亲人，嘛讲朋友，也是乡亲，无咧接纳伊，才煞甲伊讲这个代志。这个代志相对性，咱的主伊咧传福音，互送乡人，咧互目睭青年的光，才有开始有冲突出来。因为这个背后你甲咱讲，传福音是大家要出来斗相共的。啊，在地人拢发生这个代志，讲出这个话，耶稣绝对袂当想。啊，若安尼吼，无恁嘛要紧嘛，可能我就地底一个人出来传，出来传，可能嘛传会起来。啊，若耶稣嘛想安尼的话吼，咱今仔日基督教会就无法度成2000几年。
所以当时耶稣伊听伊遮话以后，23节，咱的主毋则会甲伊讲吼，恁吼的确因即个俗话对我讲，医生啊，你着医，既然咱听见你行伫嘉宾内面，也着行伫遮，就是你的本所在。最后24节讲，佮讲，我实在甲恁讲，袂有先天一本所在，互人接纳。即段话我想，咱大家应该真清楚。咱的主一只吼，也是甲即个老厝边老朋友点一个啦吼。医生啊，你着家己医啦吼。大家拢要做医生，拢要摕旧的观念、旧的救恩的想法。就是我当遮吼，我着得到救啊，因为比赛啊要来啦。结果比赛啊真正来，搁要去接你传福音，啊，煞无人要叮当。迄一只耶稣用即句话嘛，咧点家己的老厝边老朋友讲吼，咱吼爱放弃较早旧的观念啦，毋通用旧的观念来去看新的救恩。所以咱的主才讲出即句咱大家拢真知影的话，袂有先知一本所在，互人接纳。啊，若是别本福音书，就是讲先知一本向本作，无受欢迎。啊，若按咱的主遮来讲，我再摕即支锁匙，医生啊，你着家己以即支锁匙来看，咱的主伊是家己的故乡，无受欢迎。啊，若对应是咱的心象，就是讲咱是平常时的生活、工作环境内底。咱若个人玩的时阵，安尼要安怎？可能耶稣咱的主讲的一句，医生你着家己医，咱嘛爱家己反省一下。啊，这时阵吼，有当时我拢会想起我的老师傅啦吼，地国电牧师，啊伊啊伫做咱的小会会长的时阵，啊有一届吼，啊我爱转囡仔，啊所以走伫教会找伊。啊，毋知安怎讲，啊讲以后来吼，伊就常常甲我讲啦吼，讲真济啊，凡事吼，伊就定定啦，啊真趣味，迄阵嘛毋知要讲啥，啊这时候伊就甲我讲吼，做一个小团队啊，小牧师吼，送创业去，即大家吼嘛拢是你的上帝，大家去咧做上帝，所以你就定定啦，学习圣经的话，讲圣经的代志。做圣经教是会当做的代志，其他的吼，伊就定定。啊，这当时耶稣嘛是定定，但是耶稣定定以后，后壁的经文咱拢知影，耶稣就去家己河边去开始投了门徒，做伙出来传福音。所以毋只有12个门徒甲耶稣安尼开始传福音。啊，当然这种情形毋是干那耶稣讲的。后来嘛有一个信仰上帝的人，这个人的名咱拢知影，伊就提出相对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个人。大家人看伊像即马像足有名，死啊，大家搁咧甲纪念伊的相对论。伊的出身吼真正真可怜，伊的出身是真好啦吼，伊的父母是有真好的教育，妈妈吼还阁是一个钢琴家，是一个音乐家。啊，当时因兜水准算悬。但是爱因斯坦毋知安怎，伊出世的时阵吼，煞袂晓讲话啊。啊，迄个年代就无研究出即个镜头，伊的镜头就咱台湾人讲的啦，大鸡换皮。啊，若遗憾就是幼童的语言发展迟缓症。啊，较早的人毋捌研究过即种病，啊，当时伊就是大鸡换皮。啊，因为伊嘛想要讲话嘛吼，啊，问题个大鸡换皮，大字安尼要安怎？所以，大概爱因斯坦吼，伊就家己发明一个方式，就是伊若要讲话以前，甲边吼就头咧咧啊，啊用真细声的声音，甲伊要讲的话按头到尾讲一摆，啊讲完呢，再个头举起来，对伊的父母搁再讲一摆，啊这咱人捌来人吼，看着家己的囡仔安尼，你会安怎想？啊这真正看病啦，啊这是父母哦。啊，你若是去学校读册的时阵，你的同学、你的老师看到即个囡仔即种表现，你会安怎想？哇，迄想法就更愈歹听去啦。所以爱因斯坦伊自伊读册以后，伊拢无欢喜，嘛无快乐，因为大家拢甲伊当做有病，所以伊就拢定定，啊，拢困在遐。但是伊的人生共款，
虽然细汉毋捌上帝对地母去，但是伊家己嘛信主，也无离开耶和华上帝的信仰。人生到了国中的时阵，就马上出现转机，就是伊看到一本册，伊的教科书或者科学，伊真爱看科学书，所以就开始家己自己研究、自己看册。伊嘛是即个过程内底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讲话的时阵上清楚，一份头讲出来。安尼老师听有，大家嘛听有，伊嘛免搁互人怀疑。就安尼一路自细汉开始，自国中开始，就拢看科学，也是科学，一路到大二的时阵，开始感觉人对伊的看法，人拢感觉即个人就是即个同学，拢定坐咧边仔看册，就有咧讲到有问题的时候，才发表伊的意见。嘛因为安尼，到后来，伊一路拢是无名的人。到大汉以后，发表几篇科学论文，安尼较形成。今仔日咱拢捌着即个科学家爱因斯坦，即个伊个人无啥讲上帝，但是有一个理论真注意，你要怎证明无上帝？人伊证明有，你要怎证明无？即句话嘛解透真济神学家的意外啦吼，一个科学家有法度讲出即种话。当然，这是一个人，甲咱同款，拢是同款信上帝的人，伊咧解决伊无受欢迎的行为。当然，咱的主，咱拢知影，伊就是家己的故乡无受欢迎以后，伊开始思考，因为伊讲，以前伊就家己医。既然要招人来甲咱医，就无法度；要招人来甲咱做伙传福音，这个人无法度。安尼可能只有咱来去找别人来甲咱做伙医，做伙传福音，所以就为家己的故乡拿撒勒，伫家己的后边开始呼召门徒出来，做伙为上帝国福音拍拼。这是耶稣伊讲，以前你着家己医，以后伊家己具体的行动。当然，嘛是爱家己嘛爱有一个思考，家己一个警醒。咱基督徒面对家己的优点也是缺点，其实咱拢知影爱同平。要咱对付家己的老母，咱嘛拢知影。总是有时，咱去看别人的缺点，拢会较紧的时阵，即个时咱可能嘛爱想看卖啊。咱的主你甲咱讲，做医生，你着家己医的时阵。咱要怎先医好家己心情也无好，可能这是咱思考的所在。嘛，因为基督徒会安尼正面反面的思考，我是相信，咱的主是是咱每一个兄弟顶头所示落美好的旨意，所示落的教导，最后拢是要来完成、佮成全，是咱中正教会福音事工顶头。咱应该爱出力，应该爱拍拼的所在，这是主是咱心上所示落美好的旨意。今仔日我直接安尼甲大家分享，接出来日大家也通好为甲主做伙拍拼，为着福音事工，安尼直接咱做伙来祈祷。因为上帝，我感谢你的看顾甲带领，我想确实。今仔日嘛是医师，有时阮的病嘛无法度家己医。今仔日阮是基督徒，这一定是确定。当时有当时有一寡家己的镜头，阮家己嘛无法度处理，所以阮知影，我来用你的角度来看救恩，求主帮助我，帮助我。伫阮年纪还阁会使的时阵，成做一个为主做工。甲主做伙做工的基督徒，当时若袂使的时阵，也求主看顾带领。世态比赛，世态主的使者来帮助阮，照顾阮软弱的心智。那么，愿主保守带领，接续来个教会内底，有些人开始咧做有方式。也求主保守，让人注射以后的情形，副作用会当减轻，会当得到好
会保护，安尼祈祷献召，一切拢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好，就咱来唱回应的诗，会唱圣诗第174首，拢嘛结连伫主耶稣。圣诗第。即大家平安，今仔日吼，咱牧师甲大家报告几项会务的代志啊。就是讲咱教会有中职会开会有通会，小会嘛有通会啊。就是要参加咱这锦州街吼，咱甲锦州街头前即排小寮，后壁咱无做卫生下水道，所以吼后壁的排水吼拢是旧式的水沟啊。若热天的时阵吼，就真热；寒天吼，热天的时阵就真臭啦。寒天的时阵吼，因为袂臭，但是领水真济，就变拢是安尼两边走来走去。咱教会是5月初迄届开讲即会的时阵就交出去。即摆吼卡关啊，我卡伫咱中江路271巷某一户。因为迄个人吼，伊就毋知安怎啦吼，就是咱遮自治会啦吼，伊甲拜托伊就听袂入去。尾仔安尼讲啊吼，爱拜托迄个船长甲里长啦吼，去甲伊当面讲安尼，看伊听会入去袂啦。即摆目前就是嘛有里长啦吼，嘛伊甲伊讲，伊若听袂入去，就只有过拜托阮遮市民来甲伊讲啦吼。这若这牧师甲陈执事咧下有了解。这若是市政府来甲咱做的吼，这拢毋免开着咱家己的钱。咱教会后壁灶骹吼无排水孔的问题，这市政府嘛甲咱解决。这污的孔吼，人这嘛甲咱处理好，所以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好的工程啊吼。嘛袂影响到咱地下室的主体，所以即件代志原底市政府已经是决6月的完工咯吼。过6月份就要做好个工程啊，煞安尼延迟到今，所以直接甲大家补充报告一下。第二个就是咱兄弟吼有真好个行为啊吼，名大家拢叫牧师毋通讲，所以我就名无讲，就是有个人注意名助风邪会烦恼，有个人当然加减咱年岁若到会有慢性病嘛吼。但是通常有个人的慢性病无咱所通常的遐恐怖，所以呢，咱会当回头去找咱的主治医师，甲伊问看卖啊啦吼。无彩即摆这个那是真好的疫苗。咱吼就当回头找咱的主治医师，甲问看卖啊，哪有适合住无安尼。但是安尼即间在昨昏做阵，安尼咱台湾百姓安尼住起来。大部分出问题拢是真严重，有
慢性病的人啊吼，啊咱嘛无迄严重，但是咱一定会惊，啊这嘛紧，咱着甲咱的医师安尼参详一下，啊讨论一下，若适合，啊你着做你去甲做，因为毕竟即支有方即支疫苗真正有较好，啊嘛鼓励咱听者去做，啊伊的副作用是第二针哦，无需要先甲你讲清楚。因美国人也共款，只要做即支莫德纳第二针做的时阵，一定会有的人是，啊你做第一支手啊吼，迄支手绝对会筋肉酸痛。啊，若较严重的，就是规身躯筋肉酸痛，但是袂滴到死人吼，所以反对迄个几率啊，百万分之十几啊吼，迄几率真正是真低，所以真正鼓励咱听者，咱若有排着就去甲做，啊，我着安尼即两项甲大家补充。谢谢博士的报告。咱算起来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公布吼。顶礼拜有为着迄房山来祈祷，咱今仔日吼做阵为着即华南市场，也是迄北农吼，咱台北市来祈祷吼。包括新北市，因为即两个台北甲新北吼，拢是即摆疫情上大的所在吼。求咱用2分钟的时间求伊爸来替咱来保护咱。就是从台湾慢慢脱离大概是发生到应该拢有局部的大概是然后到有关系，大概是情感是从按平的心，那么发现这个按有利慢慢就会放心，我们本来这个就是没有的嘛，是吧？有的人其他所在这个高双这个很双的关系，因为你可能我们特别这个事情有些干扰的一些，都是到这个现在目前我们的作品有3个主题，也搞定了定的，看起来就是多数或者我抓或者这样的方面都提出东西，有在东对如果太清楚，但是你看起来很多东西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主要我的主要我的主要我的救主我面貌。上营信息515首，至诚意悲，我感谢你。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慈悲、上帝的领导以及圣灵的相通，对这时间慈悲，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来到闭会。